你好啊，我想問咧，你診所個地址喺邊度啊？我哋診所喺荃灣一豐中心9樓918室，有咩可以幫到你啊？我想問咧，洗牙幾多錢啊？洗牙嘅價錢係600蚊，有冇想預約時間啦？咁我想問咧，如果我預約嘅話咧，我使唔使俾 deposit 㗎？唔使預先支付費用，預約成功之後嚟到診所先付款。仲有咩想知？咁 OK 啦，不如你幫我約個時間啦。好嘅，請問你嘅全名係？我叫趙子俊。你嘅電話號碼係？9203-252。你嘅電話號碼似乎未完整，可以請你再提供完整嘅電話號碼嗎？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應該係9203-6252先至啱。你諗幾時預約呢？我想下個星期三。你想幾點預約啦？唔知下晝3點半得唔得咧？趙子俊，電話9203-6252，咁我幫你預約2025年6月25號下晝3點半，有冇問題？冇問題啊。好啦，你嘅預約確定咗2025年6月25日下晝3點半見，期待見到你。唔該晒你，拜拜。唔使客氣，拜拜，祝你有個美好嘅一日。